你好，就您报警说这附近有一个老人是吧？是在这个公交新村粉店后面。好好好，要的谢谢，我们上来看一下，好吧？走，应该在那个楼道上面。哎喂，你好，那个，我们是在这个巷子里，就麻烦您下来接一下我们了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具体的地方。好好好，好。他在这个巷子里面。哎，你好，他那个老人是一个什么样情况？穿什么样衣服？大概？穿个短袖衣服，然后他说话过程当中呢，他就是文不对题，他说是血斑厂的。那我们上去看一下，好吧？好。有钱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？是吧？小子你嘞，今天有人在找你。这不是虚关的，我不是虚关的，我婆子该走我闹，那跟走走地你讲了，方你跟我们去所里，好不好？那回来，这不是虚关的，两个人。那走错地方了。好了，你跟我们过一天吧，我给你两个地方。啊，两个地方那个是婆子该的，走错地方了。爷爷这样的病就像是他脑中的橡皮擦一样，给擦去了大部分的记忆，但是他对家的概念却一直都在，没有被擦去。就像离开家的这3天，爷爷围着我们的辖区打转，走不出来，但是没有忘记找一栋像自己家一样的房子，以为他自己回去了。哎，喂，你好，我是那个坡子街派出所的嘞，就是您今天报警嘛，就是说您老伴走丢了，他现在呢我们找到了，对对对，您不担心了，好吧，我们待会儿给他送过来，好好好，要得，好好。